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总统府的长厅，是总统府上重要的迎宾的大厅。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，今仔日第一届伫这个总统府的大厅来发表着谈话，就是针对着国会职权行使法提出着释宪。总统强调讲，国会应该来改革，但是无应该扩张权力，所以决定要向宪法的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。就任了后，头一届公开谈话，赖清德就是针对立院通过国会职权修法来，行政院甲民进党立院党团伫咧复议案互否决了后，拢表态要申请释宪，总统的态度嘛真明确。因此，基于守护宪政秩序、保护人民权利，我也在这里宣布，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。这届赖清德正式向南北宣战，9点半的记者会，唔那专程直播，搁找律师来先拍头阵，提出释宪6大争议点，直接点名，修正条文的内容有违反权力分立，甲侵害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政争议，申请宪法法庭的裁判甲暂时处分，嘛强调这届立院的修法有危害权力分立甲制衡的疑虑。我要强调，我们反对国会扩权。不是反对国会改革，国会理当改革，但不应该任意扩权。除了国会听证调查权甲总统职权直接相关的国情报告常态化，那在野党公布法律了后，要求前往立院报告护航的安全因应，嘛是各界关注的焦点。我们还是应该要等到释宪结果之后再做决定。同时，我也呼吁在野党在大法官还没有做出释宪结果之前，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。就算有法界建议赖清德总统就要拒绝签署公布法律，赖清德原来依法公布，同时甲争议交予司法院的大法官裁判，加上监察院嘛有机会提出释宪，呼院动干4院做回来，宣告释宪案正式开始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